好，大家好。我开这个实验空间吼，是除了伫 Twitter 开这个吼，佮另外伫这个我用录影落来吼，到时阵再放踮这个 YouTube 顶头。因为是录影，我也不爱等人吼，我就直接开始讲安尼吼。等你若有人入来吼，再欢迎来开讲吼。我今日要来讲的这个好所在是新竹公园吼。当然啦，咱毋是照材料吼，讲甲所有这历史拢记条条吼。所以我简单就是甲这个遗迹百科内底所讲的这个新竹公园的历史，咱来甲看一遍吼。啊，呃，首先爱先互大家知影讲新竹公园是指什么所在吼。你若是新竹在地人吼，你应该和我相关对新竹公园这个位啊，应该是足熟的啦吼。因为这是比如讲假日花市吼、动物园吼、孔庙、丽池公园，甲即马各一个运动场吼，就是这个位啊吼。我拄则讲的即个所在所夹起来一片这大片吼，差不多拄则印象中敢若讲伫个伊去要考讲敢若是5万平的这个地啦吼。我搁讲一遍吼，就是假日花市。我应该对这边讲起吼，就是丽池公园吼，新竹迄个玻璃工业博物馆孔庙动物园、假日花市甲即个即个运动场吼，这片就是新竹公园。今日就是要讲即个所在吼。好，咱来看这个基本科。基本科好，头前简单介绍讲，新竹公园是伫个新竹市东区占地差不多13公顷的公园。这个所在，地名叫做枕头山。其实我较早一直都唔知吼，所以这几工查这个新竹公园的这个资料，才知影讲，这叫做枕头山吼。虽然讲我读高中的时候，逐工对遐经过，唔知叫做枕头山。枕头山这个位啊呢，伫个日本时代，改建做公园，伫1925年完工开放，是目前新竹市内上大这个公园。新竹公园内底有一个新竹动物园，伊这也有一个纪念碑，叫做枕头山顶纪念碑。我是毋捌看过啦，吼，恁若有去过的人则去找下动物园内底看这个碑。伫2017年伫8月9号，新竹公园甲周边的这个设施进行再生工程，伫2018年9月29号完工启用。其他部分设施伫新竹，譬如讲新竹市的这个运动场啦吼，伫2020年9月17号改建完工。我捌去过吼，2020年。孔庙的这个广场，伫2020年9月30号因为这个台湾设计展开幕来启用哦。这个孔庙广场我阁毋捌去过吼。咱来讲，先来讲一寡新竹公园较早这个历史吼。当然，这历史讲的是这个清朝的，迄当阵佫也未有公园吼。咱来看讲，迄当阵这只是啥物所在？新竹公园伫咧这个新竹市东南侧。海拔悬度55公尺的枕头山，无讲介悬55公尺。毋过我迄当阵读高中的时候，迄当阵吼，当骑脚踏车吼，对这一个，迄当有一条路安尼通过吼，就是对这个你东大路，即嘛若来到这个新竹公园，遮拄到这个公园路，就转去啊嘛吼。你要入去就用行。较早这其实是一条路会当。入去探去伊是相切一条是我对，就是即马即西湾吼，西尾即个公边即个大条路，接对即个学府路。歹势东山街啦吼，东山街学府路毋是遐吼，即条叫东山街。另外一条是徛对即个八家起哩，经过即个。探过这个新竹动物园，就是对着动物园边啊经过一直接对这个破爱街啊遮。这条路较行吼，较早骑这是这伫遮是脚踏车踏啊，人是
怎么歪腰去吼？这当然毋是介长啦吼，较长的是迄个东山龟车吼。你若要徛到这个学府路，哇，这是真条件吼。OK， 这是较早啦吼。咱转来这个遗迹别课顶头介绍讲，新德公园伫个较古早以前这个历史吼。伊讲这只枕头山海拔高度55公尺，是新德公园上最高点吼。对，伊嘛是真讲出名的古建场吼，出名。我较早一直拢毋知影，我最近查这个遗迹别课才知影吼。讲这较早古建场，等下伊会讲这是什么款的建场，是什么人还有什么样的遮建吼。这个名，伊的名就是呾伫新德车站后站一带哦。这个遗迹别课写这段人吼，这个文字的功力真歹吼。词不达意吼，你看袂出面咧写啥吼。讲基名离近呾新德车站后站一带古地名，井头山骹庄吼。意思就是讲，咱即嘛新德车头后站即角位啊吼，有人叫做地名叫做火车头哩对，火车头应该伫遮嘛吼。哦，新德火车头，我若无看到车头哦，车站广场伫遮嘛吼，对 ，OK， 新德火车头伫遮吼。歹势啦吼，你推特看袂到，我是用电脑咧分享这个画面。伫个新德车头后站即角位啊，讲叫做枕头山骹庄吼。枕头山就伫遮嘛吼，枕头山骹庄吼。即摆我嘛是这几工看即个遗迹别考才知影，无我毋知即角位啊有即个地名啊。即嘛即角位啊吼，较早即角位啊专是算互迄个国民党迄个贯穿降去吼一寡外省的大吼。一寡画厝啊安尼吼。即嘛可能拢拆掉啦。我足久无转台湾吼，我无去遐行过吼。即讲即只较早叫做枕头山骹庄吼。即个位啊附近伫个就是清国时代，就设置新德车站，迄当阵叫做新德火车票房，是一间算用土角厝啦吼，闽南式的建筑，差不多是位置吼，即个新德火车票房哦，毋是即嘛新德火车头吼，是清国时代的新德火车头是伫个即嘛新德玻璃工艺馆哦，较早是车头吼。即嘛，即个新德玻璃工艺馆较早是车头，新德车头，就是清国时代啦吼。清国时代老兵团伊当中去的即个车头是伫即角位啊吼，毋是即嘛咱所知的即个车头即个位吼。即个人写的，我毋知这是一个人两个人写吼，写甲是无介合理吼。伊讲根据新德县志的记载，即角位啊附近是当时宪兵队址。我无去迄啦，我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吼。伫清国时代哪有啥物宪兵队吼？但是呢，我咧读高中的时代、读大学的时代吼，当然搁较早进前就是啊吼。你迄角位啊吼，确实是宪兵队啊，就是讲新德玻璃工艺馆吼，即个较早叫啥说，就是伫日本时代吼，即角位啊叫做我讲嘛，我查者吼。叫做新德州自治会馆，你即马去看迄个玻璃工艺馆伊嘛是会介绍，伊嘛内底有介绍伊的历史，讲较早即间厝、即间建筑物，较早是新德州自治会馆是迄当阵起来为着要谈迄个叫做昭和天皇，迄当阵伊毋是天皇，然后伊是太子昭和，太子伊。要来台湾，因当阵一个名我袂记吼，就是要来巡视这个台湾的时阵吼，按算讲起一间要互伊当做算会，互伊踮遐大贵暗安尼啦吼。但是
昭和太子呢，迄当阵伊来到新竹的时阵，其实伊无出车头，伊就伫咧新竹，就直接去台中啊。伊对台北落来了后，无伫新竹无休困啊，直接就去台中啊。所以迄当阵伊就无来遮住。吼，即个玻璃工艺馆吼，拄则讲是较早叫做新竹州自治会馆啊。迄个国民党土匪政府来接管台湾了后呢，伊就甲即个位啊做迄个，因即好所在嘛吼。你想看嘛，全台湾迄当阵要互即个日本天皇皇太子住诶所在有几位吼，即个是其中一位吼。啊，即个好所在，伊就接收了，伊就互即个做即个美军顾问团，互因住，就是美国的即个军人，因伫遮住吼。后来因为美国人因为美国和中华民国就断交去啊嘛，所以因就离开啊嘛。离开了后，这个所在就是继续迄个军方就接管接收去吼，就是当做因军方的即个，咱讲因军方，但其实表示我对迄当阵的国民党土匪政府的即个军方心内是足袂爽的吼，因就接受去做宪兵队吼。所以我伫读高中、大学时，即个位啊就是宪兵队吼。咱有一个该巴林你入来吼。我即摆你讲新竹公园，我咧介绍新竹公园吼。我是用即个遗迹笔科内底新竹公园的即个条目去介绍吼。你若有兴趣来，你再去掀开即个遗迹笔科内底新竹公园。我即摆咧讲迄个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吼，伊的前身叫做新竹新竹州自治会馆，新竹玻璃工艺馆就伫咧即个新竹公园内底吼。我想问者，亚巴林，你敢对新竹市有熟？歹势袂记，互你会当讲话，我要安怎用？invite to speak，invite to speak， 好 ，OK，Tina 欢迎你哈。我搁重复一遍吼，就是加巴林，你要讲，你对新竹市有熟无？我无熟，去新竹，差不多用两支钟头啊，一支钟头啊，然后算出来。OK， 好。Tina，你欢迎你哈。我这是要安怎？还是试煞起走？OK，Tina，你若要讲话，你做你讲不要紧。我即满要，我就是，其实恁礼拜进前，因为我录音嘛，我就开始咧讲吼，我咧讲即个新竹公园的即个，我咧介绍新竹公园吼。你若有机会去新竹的时阵，你会当去新竹公园行行。即满佫是新竹公园吼。我即满咧讲伊历史，历史呢讲到即个我是用即个遗迹笔科新竹公园即个条目去直接去念吼。等下我转来遮，我即摆先跳开，先介绍即个新竹公园内底一间建筑物，叫做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即嘛叫做玻璃工艺博物馆吼，即嘛叫做玻璃工艺博物馆。伫个日本时代起即间厝是为着要接待即个日本的即个昭和皇太子，伊来即个台湾的时阵要来互伊遮休困。但是我拄则讲，伊对台北落直接就去台中，伊无伫咧新竹休困所以迄个变成伊就无伫遮休困嘛。但是即个建筑物啥搁伫个就是当中起的，伫咧公园内底起即间啦吼。我拄则讲，国民党土匪政府先来接收台湾了后，因就是甲即个位啊设置做即个美军国务团吼。我咧想讲，可能毋是国民党土匪政府安排，无定是美军因家己安排吼。因就是经济到位啊，做因家己的即个国务团咧住即个宿舍后来美军离开了，就新竹宪兵队就入来接收，所以较早即个位啊，即个建筑物吼，新竹玻璃工业博物馆较早是宪兵队这是无毋对，就是拄则讲到即个遗迹笔科内底新竹公园迄个条目内底讲，即个位啊是有宪兵，是无毋对，是有宪兵，但是伫咧国民党土匪政府时代毋是伫咧清国时代吼。好，咱继续看即个
头前讲即个新竹公园历史吼，伊即马讲的是清国时代吼。好啊，我阁继续读落吼，因为伊的地势真悬吼，居高临下吼，会当远眺即个德昌城，就是远远啊看即个德昌城啊。当然即马已经看袂到啊，因为55米，你徛伫迄到位啊，要看新竹市无介方便吼。啊，即马因为即马建筑物拢足悬了，大楼凊彩几十米就起哩，都挡掉啊吼。较早是即个位啊，因为即个地势悬，所以你当徛踮遐食，就当看新竹市。迄当叫德昌城吼，战国时代。所以伫咧即个1895年，就是日本人因要来接收台湾的时阵，伊美战争的时阵呢，日本兵伫咧即只，就是伊伫遮就采大炮来攻打即个德昌城，就是甲伫遮个大炮就设伫遮了对吼。啊，1895年6月。迄个北壁川宫令救亲王，这是日本迄当阵，即个日本的即个亲王，就是天皇的兄弟啦吼，我毋知是兄弟吼。伊直接率领兵来要接台湾，来接受台湾吼。啊，所以但是伊来接受台湾的时阵，台湾人反抗吼，所以伫台北是无拍啦吼。后来到新竹即只就开始拍吼，可能有拍无我毋知影，但是应该是伫新竹即只开始拍。新竹的迄个反抗，就是反日的人士，得到消息讲，伊的即个日本亲王带兵要来新竹，因主要是迄个客人吼，新竹即个客人，北部迄边客人，强小组、吴汤兴，啊，佮一个叫做甚至读做启香吼，因就伫咧7月7号的时阵，领兵数百人，甲即个张石门对德东吼迄边过来，吼。啊，个苗栗迄边，苗栗南平这边过来是黄南球，因是来到这个18尖山吼。啊，因就算即寡人，即个反日的吼，开始反攻，要反攻新竹城，啊，伫这个金头山建的款吼。这是较早古战场，伊基本可讲即个话较早是古战场，就是这个意思吼。古战场伫美国吼，只要是你讲古战场，就是一个 historical site 吼。啊，不管咧，其实你看啥物都无吼，可能你一片，但是因可能迄个 historical site 对因来讲就重要。因比如讲每年的即个7月4号还是当时吼，因结果迄个日子因就踮咧 historical site 古战场就开始穿即个古装表演讲啊，迄当阵即个战争的即个情况安尼吼。啊，伫咧台湾咱讲到古战场，拿古战场咧，你即马要去找迄个古战场吼，完全无，台湾人完全无迄个历史意识啊，完全无对迄个历史的迄个感动，完全无法度当得到，吼，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吼。啊，毋过我其实吼，我讲一句实在，台湾人该死吼。你本身你对你的历史，你的所在，你的感情啥拢无，其实你不配伫即个所在。我讲一句实在吼，你不配伫即个所在，徛起伫即个所在，因为你对即个所在是你糟蹋。啊，当然我安尼讲，我今仔日徛伫远远来骂即寡人，讲实在，我无迄个立场骂啦，啊，毋过就是我这是我所知影吼。好，讲到遮，迄当阵本来是计划讲由即个强小组，姓强是北部强，应该是算足大即个家族啦吼。伊要攻东门，东门就是即摆新竹东门城，东门有4个城门，但是目前敢若剩一个城门留的，就是即个东门城。你即马所在即个东门叫做迎禧门吼，迎禧门啦，迎禧门吼。啊 ，OK。讲即个北部即个强小组，伊要去攻东门，啊，另外一个叫做保协台，伊要攻南门。但是因为保协台伊兵败退阵，伊就拍败，伊就无法度通去攻南门。强小组伫7月10号伫咧井头山即，伊要对即头山攻对即个东门过嘛，但是伫咧井头山即就被迫投降。啊，第2天伫即个家内底就听所以即个伊基本可写即个时阵，毋知你写啥吼？讲伊伫第2天伫甲中听即个萧阿尤，听信萧阿尤，我毋知萧阿尤是甲讲啥啦吼，伊就是吞食即个阿片哥自杀吼，这是强小组的故事吼。啊，是即个位啊，就是新竹
新德公园即角位啊，叫做枕头山，即搭吼较早的历史，伫咧伊也未互日本人接收建设做新德公园进前吼，即只是古建场，有即段历史安尼吼。啊，小讲起来，我讲遮久啊，我已经讲差不多半点钟啊。好，新德公园，我今仔日要最主要是要介绍你新德公园，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日本人建设了后，即个新德公园较早到现在吼的现状。啊，你若有机会来到新德市，你再去新德公园啊，迄位啊行行。你若讲伫咧新德车头，我小看下地图吼。你若对新德市新德火车头落车吼。你毋通行对前站，你行后站。行后站了后呢，你凊彩共问人，拢会甲你讲啦，讲内地公园，还是讲新德工业玻璃工业博物馆要哪行吼，大家拢甲你讲吼。啊，无介远啦，你对遐吼，迄当时你若对后站出来吼，要行对遐无介远吼，就是出来了后，倒手边行啦吼。出门左转吼，直直行吼。你就会看到这个新德公园的这个所在吼。好，咱工商服务介绍了吼，继续来讲这个新德公园。新德公园是伫1915年吼，1915我知偌久啊，2015年就已经700年啊，吼，所以已经705年的故事啊吼。105年前新德厅，迄当时是日本人的日本新德厅，伊就考虑讲啊，新德街人口已经17000多人啊吼。但是市区内底无即个会当互人休困的即个公园啊，无安尼所在，所以伊就配合市区改造。即个市区改造4年，敢若咱讲过，其实市区改造应该有真侪故事通好讲啦，但是我无去查资料，我无法度讲吼。因为伊要配合市区改造，所以呢，就是迄当阵的新德厅厅长山村三平，米木拉米黑哦，即日本人的名，我毋知要哪念吼。山村三平啦吼，伊即个台湾总督府申请讲要设立一个公园，伫新德。啊，新德公园初伊当阵计划是要设立佗呢，毋是设立即卖即个枕头山即角位啊吼。毋是你即马看咧，即个嘉义花市动物园即角位啊，毋是内地即角。伊当初设计时阵，即个新德公园是伫倒位呢？是要设伫咧即马叫做新德生活美学馆啊，就是伫日本时代叫做新德公会堂。伊伫咧即个新德三角公园啊边啊吼，三角公园遐有一个邮局，是新德市的邮政总局。啊，三角公园啊，是一个差不多要接近三角形啊，长高三角形啊，即个公园啊，对，叫做树啊吼，还是因为足侪老人伫遐泡茶、开讲、行棋啥吼，所以迄当我较早我所知影，即个位拢叫做老人公园吼，嘛有人讲叫三角公园啊。伊边就是即个较早日本时代叫做新德公会堂，新德公会堂就是日本人因拢会设一寡，互人做公众聚会的场所吼，一个咧堂吼，一个好尔啦，内底无啥物，就是一间看拢拢的厝安尼吼。公会堂叫做新德公会堂啊。你若即马你去日本足侪一寡庄内底嘛是因为庄民的即个村民的即种聚会所啦吼。所以即个伊一直有即种概念，就是讲我需要有一个公共建筑，互公民伫遮聚会讨论代志的所在吼。甲国民党土委政府来了，迄个公众场所、公民开会即种概念，其实敢若拢无去啊吼。OK， 我个走地去啊。我也感谢你，欢迎你入来吼。稍等下，我甲你邀请吼。其实吼，我是哪看即个电脑，你讲啦吼，所以我无注意讲啥物人入来，啥物人有举手啥，我拢看袂着，我无你注意看吼。我无你注意看，就我咧注意看我电脑头前即个资料吼，我咧念的是维基百科，讲即个新德公园的历史吼。好，讲到对，讲即个新德公园初设计即个所在，毋是即嘛即个新德公园的即个所在，是伫咧即个三角公园啊，即嘛新德市三角公园，或者是老人公园吼。
边啊，即个有一个新竹生活美学馆，伫日本时代叫做新竹工会堂。啊，伫国民党土委政府时代呢，即个位啊叫做社教馆、社会教育馆、社会教育馆，吼。OK， 啊，即个位啊，就是伫个即个105年前，新竹厅因要拍算要设一个公园啊时阵，初所计划要设置公园的是即个场所的所在，就是即个位啊，吼。伊是设计是差不多4角圆啊，公园啊，四角形的公园吼。对迄当阵的计划，当知影讲公园内底设施就是有已经落成的即个俱乐部甲新竹武德殿，但是我印象中无啥物武德殿啦吼，所以应该是无去啦吼。但是迄当阵规划讲伫遮要起即个武德殿吼。啊，但是咧后来伊就将即个公园的地点改刷去即个即嘛即个公园的所在吼。啊，即个位啊，较早拄则讲，较早叫做金头，即嘛应该是叫做金头山啦吼，伊是海拔高度才55米尔吼，所以高毋是讲介悬吼，55米差不多是你若算3米算一楼，10外楼尔嘛吼。3米算一楼，差不多18楼、15楼安尼悬度安尼吼。即个金头山后来就是将甲即个公园起改设伫即个金头山骹即个位啊吼，区陵地吼，面积差不多是即只是写5万平哦，拄则讲是差不多13公顷哦，13公顷对，5万平吼。啊，就是我拄则一开始就讲了吼，你即马新竹市，你若问人讲内地公你倒位吼？内地公园假日会市吼，即个位啊包括内地公园假日会市、新竹玻璃工艺馆，甲即个新竹动物园、孔庙，啊，搁即个运动场、新竹运动场吼，即个位啊，遮尔宽即个所在吼，5万平、13公顷的即个所在，是日本政府新竹厅，甲即个位啊规划说新竹公园。伫个105年前，105年前，当即个希那林伫个即个中国嗰啲吼，你嘛知影，因个留即个头鬃尾吼，啊个踮遐哩颇有古风吼，讲一寡古早人、野蛮人的即种生活时阵，日本人就伫遮已经设计要起一座占地遮尔宽即个公园吼。要互在地即个新竹人来利用，啊，因为但是咧，伫咧一开始要倾即个公园的建设经费的时阵呢，因为拄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就算种经济就歹吼，拄好经济拄好你落价吼，就咱敢若即嘛吼，2022年的即当时阵吼，经济开始变歹吼。啊，所以政府无钱嘛吼，所以到伊就延到即1919年，所以就4年后才开始完成整地吼。1919年甲就是地整理好啊吼，甲即个园内即个桥梁、道路拢铺设好啊，树啊种好啊。当时开园呢，1919年拄则讲即拢做好啊吼，佮经过2年，1921年4月的时阵开园。1921年什么概念？1921年，要怎讲？1915年，拄则讲1915年是要新竹公园要设伫遮嘛吼，但是1915年是发生伫南部台湾南部发生一项轰动日本，因为消息传到日本内地吼，真正是轰动日本诶大代志。南部迄当中发生一个算即个要怎讲作乱，土匪作乱吼。啊，你若即马历史读的叫做大巴黎事件，是叫做大巴黎事件。大巴黎事件就是伫个玉井，台南玉井迄位啊，或者是有人讲叫做西兰事件。即个吼较早迄个民变的即种历史吼，你若讲个。对，你不要紧，你麦克做你开也不要紧，按来开讲吼。我要讲的是民变吼，
对希腊来迄种民变的方式，其实我较即嘛吼，我一直足心内足无认同的吼。咱敢若譬如讲太平天国，即个林爽文，还是讲即个倒条村，还是讲即个拄则讲即大平年事件吼。其实我对因即种民变的即种方式，其实无介有好感嘛吼。就是讲即个要怎讲，就是装神弄鬼吼，即个用迷信去迷惑即个人民起来作乱安尼吼。OK，1915年我讲伫新德新德厅伫遮要准备要设工的时阵，伫南部发生即项足大条的代志吼。我拄则是要讲的是1921年才正式开园啊。我想要甲你讲，1921年什么概念？就是讲1915年发生这代志，佮经过6年后，即个公园才开始开放啦吼。6年后1921年是什么概念呢？我即马即个讲要用什么事件来讲即个概念，我临时无去查吼，所以我无法度甲你讲1921年有发生什么代志。另外，佮讲另外一个代志，就是1930年的款吼，就是迄个叫做啥，就是咱讲1915年是翰林最后一道的一个叛乱吼，是1915年，就是大平年事件。但是呢，最后伫日本时代最后一次的这个叛乱是，其实就是搁较后壁，就是伫个这个原住民因伫1930年是武荒事件啦吼，是叫武荒嘛？对，就是迄个最近是出电影叫做巴克莱什么袂记吼。塞德克巴莱。对，嘿，伊就是你讲这1930年吼。我1921年我一时啊，我想袂出什么 milestone 我摕出来讲吼。1921年就是伫隔离即种即个公园啊，新德公园啊，开放啦吼。拄则讲即只现代公园吼，毋是迄个，毋是颐和园吼，专门互即个洪泰休用的吼，毋是互全民使用吼。内底有设一个池啊，水池，即个水池当足大，真看啦吼。甲即马个池吼，即马叫做丽池吼，丽池美丽迄个丽池啊。我细汉的时阵吼，会使踮咧丽池内底过船啊吼。阮阿姨吼，当初捌带我去遐佚佗，伫遐过船啊，结果冰船啊，身躯湿落落安尼。我无印象伊迄个。我徛伫边仔看，我徛伫边仔看，迄当初我做囡仔尔吼，所以是新的丽池这个印象啊。丽池我有足侪，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讲，我读差不多小学时阵，阮有一个表小弟吼，因住伫新德市迄条路叫啥路？叫民族路啊，啥物？毋是那路，我袂记叫啥路吼。伊就是离丽池袂介远，伊迄当阵吼，伊会招阮去遐佚佗吼。阮去因兜佚佗时吼，伊就招阮讲今仔来去丽池吼，因为我迄当阵我想丽池，我毋知影咧丽池2字是到底啥，知影一个池塘的池，尔咧丽听无咯。后来才知影是美丽的吼，国民党政府时代改名叫做丽池吼。来去丽池佚佗安尼，就去遐钓鱼啊，钓啥吼。OK， 这是我的印象吼。当然，迄当中我做囡仔，我毋知影讲即个水池啊吼，其实已经伫迄当中已经要到700年的历史啊吼。OK， 咱过来甲时间扭转来1921年吼，即个新德公园开放吼，开园哦，你看即个新德人吼，真欢喜吼，进入即个有公园的即个时代啊吼，有一个大即个水池啊，吼真水的水池啊。有运动场，有游泳池，吼后来佫有一寡设施啦，咱大家看吼。游泳池即个游泳池呢，即马无去啊吼。我细汉的时阵，即个游泳池佫伫诶吼，迄当阵佫会使来遮游泳。迄当阵新德市嘛，敢若即个我读高中的时阵，遮一个游泳池。另外伫咧台肥伫个即个创馆路边有一台肥，内底嘛有一个游泳池，较早阮有走去遐用。恁其实阮庄脚人要上水，无可能全工走来即种所在啦。阮拢伫溪边腾裤咱就开始上水啊吼。所以对阮来讲，游泳池是种足现代吼，即个哇，足豪华高级的吼，遥不可及的物件吼。你看，我已经是国民党土委政府时代出世的，1969年出世吼，到我囡仔时代1970几年啊，
对我来讲，游泳池跟遥不可及，但是人日本时代因就开始设置这个游泳池啊，国民党你也无啥物建设啊。我讲一句实在，国民党定来提什么10大建设出来，干嘛一样的时候，我讲这只见效甲真还不知羞耻哈，唔知影人见效。你建议的时候建50年，你敢若建设10项，你甲提出来讲，日本人50年建设几百项，你真正自头开始算去几百项超过。你敢听人日本人代表阳讲因建设台湾什么物件 ？OK， 歹势，我搁走地去啊。咱搁转来讲，新德公园迄当阵陆续设立各种设施吼，伫1930年代设立新德公园。判料亭就是你即马人去 Google， 你来咱看迄间个伫吼，甲即马个伫是日本时代迄种建筑好真水啊吼。迄当阵做料亭，伊是为着什么？我看伊基本课是写讲，伊是1935年为着要配合苏警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才扩建做一个高级料亭吼。所以是1935年设的吼，毋是1939年，应该是1935年。日本人是1896年接受台湾嘛吼，所以每隔10年比如讲10年是1905、1915、1915、1925、1935、1945吼，45就是日本人就走去啊吼。每10年因就会办一道博览会，或者是。我一时想不开迄个名吼，就是办一寡这种会，来这个算纪念因接受台湾啦吼，应该不是纪念，应该算庆祝啦吼，庆祝每10年办一遍。上大一遍都是1935年，因为1945年就离开，要准备要离开啊，因就战败嘛。1935年办了是上大一遍，当然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道的这个办吼，因办了上大。你若讲各有1945、1955，当然个愈办愈大吼。OK， 好，咱继续讲。伫个公园内底有这个料亭，啊，伫个另外新德州自治会馆，这新德州自治会馆我对头讲啊吼，是为了这个皇太子要来这个来台湾巡视的时阵，设置要互伊当下休困的所在，但是后来伊无来，无伫个新德休困，所以无来啦，无来住吼。啊，搁有伫遮搁有设新德观测所，啊，搁有新德儿童游园地，就是儿童乐园吼，日本人叫游园地啊吼，游园地。而且新德儿童游园地是迄当阵台湾3大儿童游园地之一啦吼，啊，搁设动物园。你即嘛知，你即嘛会当看好算看嘛？台湾有几个动物园？公立的啦吼，我即嘛讲公立的动物，其实嘛是敢若3个尔，一个伫台北，一个伫打狗，另外一个是伫新店。台北是即嘛叫目沙啦，较早古早时代叫做啥都袂记，伫另外一位吼，迄个动物园啊，伊较早伫圆山吼，叫圆山动物园。啊，打到伫个这个叫啥？什么迄什么山？特别茶山，遐有一个寿山就是茶山嘛，就是茶山。我印象中就是叫做茶山，是茶山嘛。你叫寿山啦，寿山啦。寿山歹势，较早叫做万寿山吼，是无？万寿山，后来叫寿山。早者因为寿山是因为改名，你知道，伊要为着要哎呀恭贺蒋公诞辰，所以阮甲你祝寿叫做改名叫做寿山。你怎么叫做介寿路？即摆咱后边啊，改做凯德格兰大道。嘿，就是即个寿山，应该古早时代，应该不是古早时代啦，即嘛敢若个应改名改转叫做茶山啦。我无记唔对，查看卖啊，再去查看卖吼，茶山。OK， 我对讲全台湾3个动物园嘛，就是这3个新德其中之一啦吼。啊，这个儿童的这个游园地吼，伫个新德，我细汉的时阵，迄个儿童游园地含这个动物园，伊是差不多同一位啦吼，差不多合作伙一家位啊吼。我最近的时阵吼，阮去迄个新德动物园佚佗内底，其实游园地这个迄个残鸡个伫，啥物叫做残鸡？就是一寡残食啦吼，就是
譬如讲跷跷板啦，吼，秋千啦，吼，我印象中敢若佫伫，就是迄挂啊，即卖已经拢收起来无去啊，吼，所以即嘛要讲新竹儿童乐园已经看袂到哈，动物园佫伫诶咯，儿童乐园无去啊，吼。1934年伫公园内底设一个碑叫做顺直警察交分碑吼，即你即摆去查看应该可能看会到啦，我毋知即个碑有佫伫吼，伫动物园内底，动物园其实我印象中较深诶，毋是即寡石碑，然后石碑就算有，我嘛无注意甲看，最近仔拢对石碑一点仔要兴趣都无。但是吼，动物园内底有一石马，石马有啥？石马啦吼，石马印象最深诶有石马，啊，我呢最近仔佫爬去顶头徛。啊，你知影我已经这个最近啊，到差不多40几岁要50岁时阵，即个看这个新竹历史，才知影讲新竹较早有神社哦，都真正即个加巴恁知嘛吼。内底新竹神社有一寡石马、石灯笼、石灯啦吼，石马。到尾啊，刷去伫个即个新竹动物园内底，所以阮较早我毋知影讲爬去徛迄只其实是神社即个石马吼。过来，咱搁继续讲。另外，伫新竹市伫1935年市定名改正的时阵，新竹讲即个位啊，因为就是郡外公园嘛，所以即个位啊叫做花园町，吼，这是较早即日本时代名吼。新竹市伫1927年伫18江山设有新竹森林公园，吼，都是新竹市的第2座公园，吼，甲遮。咱已经甲日本时代即个新竹公园的历史讲煞吼，我是照即个维基百科所写来去念的吼，你若有兴趣，你即嘛去拍开新竹维基百科，你都看得到。战后的发展，我欢迎大家来啦吼，我无注意看恁啥物人入来吼。战后发展，新竹公园伫战后改称叫做中山公园吼，就是纪念即个孙玉仙吼，孙中山孙大炮。即嘛无人安尼叫啦吼，我嘛毋知有即个名吼。园内即个水池啊，改称叫做丽池，即嘛是叫做丽池啦吼。其实即个无写吼，我毋知要对对查会着吼。即个我应该对即个黑板聊顶甲我遮看会着的吼。就是即个公园的设计人吼，一个名我煞袂记，就是一个日本的即个。伊毋是建筑师啦，伊敢若是迄种公家单位迄种做即个公园建设迄类的人吼，伊设计吼。我即摆一时仔讲袂出。迄当阵伊设计就是有即寡游园地、动物园。我拄则讲吼，要互新竹人做公开的即个公园，其实吼，即爱搁去查看觅，因为迄当阵设即个游园地、动物园，其实是为着即只，因为我拄则讲的一开自治会馆是为着要招待即个皇太子，所以即个位啊设即寡设施吼，其实是要等于是要互即个新竹互即个日本一寡。皇亲贵族吼，因来新竹佚佗时，互因来遮住，互因比如讲因来遮住，来遮会当休闲吼、度假度假的所在吼，是毋是有开放新竹市民？其实我无介肯定啦吼，应该是有啦，但是我无介肯定吼。OK， 讲到倒位好，伊基别科讲甲即个新竹公的历史解说了，但是我感觉这写了无介完整吼，我无去查另外一部分我来讲吼，以后有机会讲，安尼也是知的人补充啦吼。我今要讲的是，伊这写短短一段，讲战后的发展就是新竹公园伫国民党土政府时代是安怎吼，就是拄则讲的吼，改称做中山公园，迄个水池啊改称叫做丽池，伊即个西边的即块位啊叫做丽池公园，即嘛叫做丽池公园啦吼。原本的即个公园啊楼顶改做即个空军的医务队，空军的主治学校甲空军站一串，公园内底设置了中共新竹电台。新竹电台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我经过时阵，佫看会着吼，迄当阵一直佫伫遮吼，所以迄当阵有采一支新竹电台的即种天线，就是。长高安尼，红白安尼，足悬的。中国新竹电台是设伫遮吼，就伫咧动物园边仔尔啦。
啊，1958年新竹孔庙迁徙来到这个新竹公园来。我顶一回开这个空间的时阵呢，我迄位叫做啥名，我实时也袂记。伊有大概讲这个新竹孔庙历史，伊讲迄条新竹孔庙较早伫咧大城街，新竹市的大城街，吼，新竹市大城，你若爱新竹人才知啦，吼，大城街。我就是听迄个人，迄个女士讲这个段历史，我才知影为什么是大城街的街名叫做大城街，因为就是较早就是孔庙设伫遐嘛。大城大城是啥物？我袂记啊，因为大城和这个孔子庙有关系嘛，吼。啊，较早孔子庙本来伫遐，到尾迁徙来到新竹公园遮。哦，啊，顶回甲咱介绍这段历史，有人讲这国民党土匪政府真正是土匪政府的做法是安怎做？是安怎甲这个公庙迁徙过来？安怎占这个面对的对？安怎本人来钱来投入这个钱来迁徙这个新竹公庙吼？我就不爱讲了吼。啊，公庙迁徙到新竹公园内底，所以这个孔庙毋是日本，当然不可能是日本人因设的吼，因迄当中无这个物件，是国民党政府才伫即只起这个新竹孔庙。1959年，国防当时建了新竹市体育馆，哦，就是运动坪。啊，举办台湾省运动会、省运会啦，吼，即个后来都无省运会啊，后来叫做区运，哦，为什么叫做区运会呢？因为叫做台湾区嘛，台湾是包括迄当中就是含这个金门、马祖什么拢来参加嘛。然后来伫咧即只设置了台湾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新竹分部，一直到1980年才迁徙转去台中。好，伊基别科就讲到遮。啊，我拄则有讲起讲，你若讲起迄个新竹工业博物馆，后来伫咧日本时代叫做工会馆，啊，不，开始驻地会馆，啊，后来，美军国民团住伫遮做宿舍。美军离开了后，国民党政府就是军方就甲接收去做宪兵队。我读高中的时阵，逐工爱徛伫遐对遐宪兵队头前进。宪兵队对面是拄则讲空军的即个营区啦吼。反正即个位啊，较早毋是要互你一般民众会当行搭的所在啦吼。除了迄个戏池啊，迄个内池，佫会当你当去啊以外，当然会使啦吼。啊，运动员会使。即个位啊，其实是军方的所在吼，就是国民党政府占据军方的所在，一般民众其实是袂当来遮啦吼。袂当入去即个驻地即个工业博物馆，甲即个玻璃工业博物馆，甲即个内地公园这边吼。好，讲到遮煞吼，对，讲到即个宪兵队，即个宪兵队当然就是伫咧二二八四，白色恐怖时代，二二八时代，所有反政府、反国民党的人，都成立了即只，阮新竹市啦，阮新竹县啦，新竹县市即个位啊。第一站就是先来遮，哦，来遮，我是毋知影台语是安怎，因为我毋捌看人讲起，但是因会讲第一站就先来遮，或者是讲迄当阵要救人，就先来遮，看有法度通用人来遮救人无安尼。好，我讲到遮讲煞，啊，有要开讲的做你开讲，这是新竹公园历史，好啦，你讲，阮台南吼，迄阵嘛诚趣味，你知无？你听到讲那运动会，我咧讲，迄阵全台湾迄阵运动会，迄阵阮整理第7讲，迄阵是全台湾马拉松的第2名，你知？但是因为吼，迄阵马拉松是走草山，你知？阳明山。